羅馬書第11章。安樣，我愛問，上帝棄絕佢嘅子民咧，係麼？當然唔係。我自家就是一個以色列人，係亞伯拉罕嘅後代，屬偏亞門嘅基礎。上帝無棄絕佢對古早就揀選嘅子民。你到底聖經記載講，以利亞對上帝告以色列人嘅事，佢講：主啊，佢哋辭退你所有嘅先知，拆退你嘅祭壇，只有存愛一個人，佢哋還係愛親愛、守愛嘅命。上帝樣辦回答佢呢？佢講：我要為自家留下7000人，佢哋攏總無拜過假神巴力。兩下嘅情形也係同樣，上帝就自家嘅恩典所揀選嘅人，只有存少數。上帝嘅揀選係出於佢嘅恩典，唔係看人嘅行為。那係看人嘅行為，所謂恩典就唔算恩典咧。結果樣辦呢？以色列人得唔到佢哋所尋求嘅，仲係上帝所揀選嘅少數人尋到咧。其他嘅就硬頸唔聽上帝嘅呼召，就像聖經所講：上帝使佢哋嘅心靈麻痹脱去，切到了下，佢哋嘅目睭還看唔到，耳孔聽唔到。大衛也是講：讓佢哋嘅人設上做羅廟，變做陷阱，讓佢哋絆倒，受盡刑罰，讓佢哋嘅目睭蒙蒙，看也看唔到，讓佢哋嘅背囊咕咕一直到永遠。愛恨愛悶，猶太人一失足就一直看唔起嚟，係麼？當然唔係。因為佢哋嘅過犯，拯救就臨到外邦人，來本猶太人嫉妒，直到佢哋奮發起來。既然猶太人嘅過犯帶本世間豐盛嘅福氣，佢哋嘅人心嘅貧窮，反轉使外邦人富足安養，那係猶太人全體得救，咁唔係會帶來行卡太嘅福氣嘛？這下我愛老二到外邦人講，既然我係外邦人嘅使徒，我當然看我嘅職分做勇敢。我希望因為安樣會激起我同胞嘅切度來奮發，本基督當中有的人會得到拯救，那係基督所希切，反轉使世間人常做上帝嘅朋友，安樣佢哋所接納，咁唔係會使世人得到生命嗎？面團嘅第一代，那獻本上帝，歸團就係屬佢嘅；樹頭那獻本上帝，安樣連樹枝也係屬佢嘅咧。橄欖樹部分嘅枝葉本佢拗下來，接上壓上橄欖樹嘅枝葉，而到外邦人就像壓上嘅橄欖樹，一下分享猶太人豐盛嘅生命。所以你都唔好看強嗰度像枝葉本佢拗下來嘅人，你都係枝葉天天樣辦做得自誇呢？愛弟唔係你都托定樹頭。係你到本樹頭托定，可能你會講，嗰條枝葉本佢拗下來，係因為愛將愛接上去，冇唔錯。佢就因為唔信，就本佢拗下來；你就因為信，就起得菜。所以你就唔好驕傲，反轉而存敬畏嘅心。既然猶太人係原來嘅枝葉，上帝還唔肯要基督，你就老多
上帝温柔你哋嗎？對安樣，我哋就知上帝係慈悲又嚴厲嘅，對佢哋失足跌倒嘅人，佢係嚴厲嘅；對你哋，佢就係慈悲嘅。總係你哋愛繼續生活在佢嘅慈悲之中，那麼你哋也會本佢熬下來。論到猶太人，佢哋那唔係堅持唔信，就會得到恢復原來嘅地位，因為上帝能將佢哋接轉去。你哋外邦人，像係對野生嘅橄欖樹熬下來嘅基業，還做得強強接到好嘅橄欖樹當過去。猶太人像係上帝所栽種嘅橄欖樹，上帝愛將對這頭樹嘅熬下來嘅基業接到轉去，咁唔係很卡容易嗎？兄弟姊妹啊，有一個奧秘嘅真理，我希望你哋愛啲，免得你哋老到自家真聰明。這真理就是有的以色列人嘅硬頸，原來唔係永久嘅，係愛等外邦人歸向上帝嘅數目滿日咧。按樣，全體以色列人天作會得救，就像聖經所講，真救者愛對錫安出來，除脫雅各子孫嘅罪惡。上帝講，也就是我所愛同佢哋立嘅約，這時我愛赦免佢哋嘅罪。猶太人棄切福音，上咗上帝嘅天人，結果使你哋外邦人得到利益，總係照上帝嘅揀選，因為上帝對佢哋促進嘅應許，猶太人仍然係上帝嘅朋友，因為上帝嘅恩典老揀選係唔會改變嘅。頭擺你哋外邦人唔順從上帝，總係掠下，因為猶太人嘅唔順從，你哋就得到上帝嘅憐憫。同樣，猶太人掠下唔順從，好本佢哋因為你哋得到憐憫，掠下也得到上帝嘅憐憫。上帝使全人類困在唔順服嘅當中，為到愛憐憫所有嘅人。上帝嘅奉獻智慧老知識，實在很沉默，冇人能解釋佢嘅結財，冇人能探查佢嘅套路。像聖經所講，冇人知主嘅心意呢？冇人做過佢嘅參謀呢？冇人識送佢乜嘅，使佢做唔得無報答呢？因為萬物係對佢來嘅，通過佢，也係為到佢來存在嘅。願榮光歸本上帝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